我有主张讲要甲迄迁走啦，恁感觉安怎？应该是迁袂行啦，咱北部大药这几啊10年啊，这咧顾中共啦，甲咱拍的你，你也甲迁走，中共要那拍咱大药要去哪摕？中共啊，一来就大先帮咱遮。无啦，咱咧山底啊，无遐简单帮啦，嘿啦，迄大药是咱台湾的救命，咱会使甲迁啊干。你迁掉，你要放喺倒？你无家人无位通互你迁啊，你存山顶，你山顶更到山骹。然后大家人饲落去就中共拍去啊，对不对？袂使迁啊，本来就古早就调去食。人这个大药有金丝要害，伊会使通到外海，通到基隆港，不通到要塞妖舰队。啊，你妈你甲迁走？我遮个人我伫遐出事的呢。伊自蒋介石时代你嘛就囥较大，你要甲迁走。啊，即摆若中共若甲你拍，你大药要为倒来？你有船无跑呢？伊幺三幺舰队所有的跑是靠这个供应的。131舰队已经不在我们。不在，怎么不在？他在东岸呐。啊，这附近所有的要爱跑，拢是靠伊呢。啊，你若甲前啊改，中共也拍来，中央也拍来边啊？对唔？咱台湾人袂使靠中央甲咱拍咧。万里迄边唔是会使。啊，伤远啊，问题万里有那个家人啊，火就冷去啊。啊，家人就头就无去啊。伊若要甲你炸，你就去啊呢。这个祥丰街的地下是有一个军事基地呢，伊会使吉普车可以在下面开呢。那下面有一个是2米的涵管。那以前战争以后，然后他那个炸药呢，他是从地底下在运输呢。啊，无你保证运输人就知影呢。过台湾的所在，绝对袂使甲迁走，爱留咧就是爱留咧。你甲迁走，恁这财团民意代表嘛是甲起诉，你嘛是甲起诉尔吧？你重点你要爱伊的地尔，嘛是恁个人的私益啊。啊，你样无受国家啦，中甲咱拍来边啊？对不对？这挂咱国家咧。这台湾头咱所有武器拢伫遮顾咧。我讲你即马你要也是要战争，你要去。我老家继续拍中共啊，咱咧老家拍，这咱的国家呢，咱甲顾呢。对啊，伊若要互我做，我就继续甲留咧。伊即马要去征兵，我想一回，我有法度。伊即马征到75岁都会使。你还袂70，我来去啊！我来做组长啊，我来使共生动啊。甲75岁都会使。台湾的物件会使互伊走，伊走台湾无人保护啊。你为什么一定爱战争？咱无爱啊，中会甲你拍啊。中会想要甲你拍。伊无要想要甲你拍。啊，无拍伊来你讨打。无人机要甲你过来去啊。为什么你无人机讲早就飞啊？要拍早就拍啦。对哦，为什么即马要打？是你讨打啦。我你爱去哦，你一定爱去做兵哦。啊是要拍就你一定爱上战场，你袂使就抓互别人死。我讲啊，你爱去哦，你来讲你无我讲你。